大家好，我係 Gary，歡迎收睇今日要聞。以免費乘車交友配對平台 Kaba 近日因其營運模式嘅安全性及就網民言論發出律師信，指控誹謗，引起爭議。根據香港01報道，Kaba 發言人余仲康星期五4月11日喺曾經代表林作嘅律師范德偉陪同下見傳媒，指要澄清造謠，又堅稱可杜絕網上情緣騙案。記者會上，余仲康指出，Kaba 有一位女創辦人，但係未能交代佢嘅身份同埋背景。查冊顯示，余仲康為該公司唯一董事，但記者會上面未有緊交代呢一個身份，僅稱係受薪，亦都被記者問得滿頭大汗。該公司嘅股東為一間非洲島國塞舌爾嘅離岸公司。對於公眾如何核實車輛有冇有效嘅第三者保險，達至其聲稱防騙嘅功能等問題，余仲康只係表示，如發現違法行為會報警。法律私信因網民先侮辱該平台嘅女會員而為其出頭，但承認公司冇受涉事會員委託作出法律行動。又稱網上攻擊 Kaba 嘅言論唔排除係緬甸 KK 園區嘅騙子同行對手所為。余仲康多番表示，Kaba 成立嘅宗旨係希望可以防騙，避免用家被騙子利用。故用戶需要認證電話號碼同埋頭像，以確認係真人。佢聲稱平台採用美國公司 Amazon 嘅生物認證系統，用戶冇辦法用相片或者面具通過認證程序，故頭像唔會係假，令用戶更安全。余仲康又指，用戶無法只喺 App 內聊天室交談，亦都禁止上傳相片。兩名配對用戶只有喺距離對方1公里範圍，先至可以自由打字交談，確保用戶一定要見面，先至有下一步進展。佢話 App 會記錄司機同乘客嘅資料，司機亦需要上載車牌、駕駛執照供平台認證。App 裏邊有大量嘅安全提示，亦都有功能可以令乘客向朋友分享實時位置，亦都可以透過 App 裏功能即時報警。余仲康承認，用家無需上載身份證或者係其他個人資料，亦都無法確認佢嘅真實身份。問及功能係咪只可以杜絕用戶使用假相，根本冇辦法得知通過認證嘅人同真實使用出現嘅用戶係咪同一人。余自稱唔會有人用其他人個樣認證玩交友 App。嗱，反問你會唔會咁樣俾樣人哋用啊？出到嚟見到唔同樣都會走啦。記者多番追問余仲康點解如此肯定，但余無法解答，只多番表示其他交友平台冇認證功能，甚至可以匿名使用。余仲康多次指 Kaba 主打防騙，但被問及如果騙案喺見面之後先至發生，佢指出到嚟係一個就係現實嘅騙案，受害人可以報警求助，現實騙案一定執到法。咁多天眼，咁多警察。Kaba 推出之後，唔少人都擔心通過 App 交友並乘坐陌生人嘅車輛會有風險，但余仲康指使用唔同嘅交友平台以及交通工具都有同樣風險，的士更加係零認證，亦都可能更加危險添，更援引數宗非禮強姦案。余仲康話 Kaba 有系統地記錄接載資料，會知邊個會員車咗邊個會員，喺 Kaba 上登記成為司機接載會員，只需要上傳車牌、駕駛執照供平台認證。但係余仲康冇回應係咪可用政府嘅官方資料作出比對，只稱如發現有人用假資料會報警處理。平台亦都冇要求車主上載車輛嘅第三方保險證明。被問到如有用戶使用冇保險，余仲康話冇第三方保險唔會買到嘅車唔會出到牌費喺路上行駛，呢個假設性嘅問題係唔成立。有記者即時糾正，有唔少案例係車輛嘅第三方保險過期仍在道路上行駛。問如有用戶喺乘車過程中不幸出意外，會如何處理？余仲康緊指如遇有關情況，會報警同埋封鎖涉事帳號。Kaba 喺今年2月起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傳，記者3月底曾於旺角西洋菜南街見到2架車身貼滿 Kaba 商標同埋宣傳字句嘅白色法拉利同埋林寶堅尼跑車，引嚟市民圍觀。有途人向記者表示，認為該宣傳手法似曾相識，同加密貨幣平台類似。4月2號，有網民喺 Thread 上面公開指收到 Kaba 嘅律師信，指其咁多位有興趣坐免費 Uber 嘅妹豬要小心啲，依排好多廣告，免費嘅嘢係最貴，識朋友有好多方法，車咗你去邊都唔知，等留言誹謗。余仲康喺記者會上展示該網民喺 Thread 上面嘅發言，指控佢以乞衣、攞綜援助、乜嘢超跑等字句侮辱 Kaba 一名女會員，
叫女士小心勿上陌生人嘅車輛。余仲康解釋，出律師信係為咗展示立場，表明女會員冇做錯，為佢發聲。為喺記者追問下承認，涉事女會員只有向公司投訴使用卡巴後被人侮辱，並冇委託該公司作出法律行動。余仲康只係再一次強調，該網民侮辱女會員在先，再針對卡巴有前文有後理。卡巴嘅法律代表律師范德偉話，網民嘅言論將乘坐陌生車輛而導致危險嘅可能性同使用卡巴拉埋一齊。你用呢個 app 就導致唔知車咗你去邊，不是事實陳述。余仲康指是否會向涉事網民提告，會交由律師團隊處理。佢稱卡巴接受批評，但唔接受鍵盤戰士嘅無理指控。如再有網民侮辱卡巴會員，或者對該 app 作出所謂誹謗言論，公司係咪會一一提告？余仲康指會交律師研究。余仲康又指，網上攻擊卡巴嘅言論不排除係緬甸 KK 園區嘅騙子、一對一交友配對服務公司、網約司機、代 call 網約嘅中介所為。雖然平台指配對及乘車服務都係免費，但仍然推出多個付費套餐，唔同級別嘅會員每日可以建立約會嘅次數都唔同，月費由數十蚊到近3000蚊不等，更可一次過繳付1年費用，年費由近8000蚊到近3萬蚊不等。余仲康介紹，卡巴係以香港作基地，舊年先至成立嘅科技公司，暫時只有該應用程式一項業務，喺60幾個國家上架。佢稱現時下載量已超過1萬，超過5000用戶登記，付費用戶超過200人。記者會嘅採訪通知原稱會由卡巴 CEO 余仲康見記者，但喺現場，余仲康自稱發言人，新聞稿上佢嘅職銜亦遭塗改，原本印為 CEO， 後用塗改帶覆蓋，手寫更改為發言人。余仲康一開始讀出新聞稿同回應時，滿頭大汗，回答記者問題時亦都緩慢，多次需時思考。部分問題亦都冇直接回應。雖然余仲康稱自己只係受薪員工，但香港01查冊發現佢係車巴科技有限公司嘅唯一董事，公司唯一股東鼎豐泰有限公司為一家喺非洲島國塞舌爾註冊嘅離岸公司。余仲康事後透過公關回覆點解冇喺記者會上披露董事身份，只較少接觸傳媒，以為只用發言人名義就可以。余仲康指卡巴有一位女創辦人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因見交友騙案猖獗，故創辦卡巴，希望避免用家被騙。記者就女創辦人嘅身份、背景、曾經從事嘅行業追問數次。余僅稱女創辦人打過好多份工 ，marketing、文職，各行各業都好多。女創辦人好多私隱問題都唔會話我聽。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CLS 3部曲。subscribe 同撳埋隔籬嘅鐘仔，有新片推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